要甲我交，唔着交一个较缘投，甲交我这牛头马面啊！无你嘛叫我同我叫我较缘投一个。当阿伯吼，嘿，你无想讲你若一个出门，就规半年，连一点仔音讯都无，你叫阮是要安怎过着这种寂寞的日子咧？是啊，搁再讲，阮姊妹啊，个个是青春年少，阮是要安怎独守空闺？是啊，是你家己唔好，嘿，无怪阮妹啊在。哎呦，快点气死我！我这无跟你拼哪用的哦我哪有跟你人这这，你哪甲我种嘞？唔知。恁爹，恁外一边嘛要拼哩。老师，天下间的代志吼，无奇不有啦。是什么代志啦？啊，讲安尼哦，一支破纸是讲摕去当店当有钱哩。啊，破纸生摕去当有钱，对咯。天下有遮好的代志，啊，迄支亏是毋着空金的。啊，空金也着搁讲，迄支纸生吼，顶头是有画山水啦。当偌济你知无？当偌济啊？10两银嘞。10两银啊？对哦。那是啥人去当嘞？是一个过船的啊！啊，听讲吼，就是人客吼去甲坐船啦，啊无船做好，用才将迄支亏钱互交。哎，孙夫啊，孙夫啊！啊，你坐船啊？我毋是要坐船，我是要甲你探听一件代志。有钱赚来，甲我吵吵起来，讲。你敢知影附近这个村夫有倒一位正经举这个亏钱去饭店当10两银？我会认的，你问了足着人的。若举迄支亏钱去当10两的吼，正是小人美田强我。李田强，你的名叫做李田强啊？是啊，好听无？迄就是吼，顶摆甲我坐船迄个人客吼，甲我好啦。是毋是坐你的船无钱通互你，用这个亏钱互你抵押迄个人客？对啊，你阁知哦？是毋是旧年8月中旬虎丘山庙会迄一天坐你的船？准！哎，你哪会逐项知啊？迄人客哦？哎，你毋是普通人哦？你
你是毋是照命先生咧甲看挑的？毋是啦，啊，无你哪会当知？啊，就是毋是哦。照常代志你毋知，还阁一项你毋知。啥物代志？我讲你听，嘿，迄个人客吼，嘿，伊会编事我，好叫我唱歌呢。唱歌，哟，唱互什么人听？我知，但毋知要唱互谁人听，都反正对迄只歌船的内底安尼大声哀直直甲唱就对啦。歌船，哟啊，迄摆就是有一只歌船哦，去停伫个河中遐。啊，迄人客就是坐我即只小船哦，我直直甲追，直直甲追，直直甲追，追着迄只歌船，甲迄暗哦，吼，规暗袂困的。搭这船仔底，安尼行来行去，两颗目睭敢若小狗目，直直看，拢看喺船仔底，看喺船仔底里面咧。安尼是，你后来是安怎？后来吼，去互迄船仔底，窗仔门开一个水查某囡仔，捧一盆卡餐水安尼甲揽一个吼，规身躯若无毛夹啊咧，淡薄薄。孙夫哦，哈，迄只歌船是倒位啊来的歌船？我想看卖吼。啊，对，伊迄顶啊，遐有写一个协编大学士，啊，就是东京镇华太师的迄个家眷在坐啦。伊是毋是直直对迄只歌船到东丁镇才上岸？哈，对啦，你也足准的，啊，你搁当知？哦，总算啊，我找着你这个风流鬼了。花府的位啊路，扫月期啊，家中的妻妾啊，全的来不敌的。我为这个秋香啊，这个小婢女，我放丧百位啊，你会来娇妻的。哎，无啊，我怎会娘囝？我的某啊，我是你的翁婿，东北虎转来呢。我是恁的翁婿啊，翁婿，这位姊妹啊，咱就请咱的翁婿出来，互这位董相公看卖呢。来，相公有请。来也了啊！若要甲我交，毋着交一个较缘投，甲我交我这牛头马面啦。所以你嘛叫我较缘投一个。当阿伯吼，嘿，你无想讲，你若一个出门，就归半暝。
音信都无，你叫阮是要安怎过着这种寂寞的日子咧？是啊，搁再讲，阮姊妹啊，个个是青春年少，阮是要安怎独守空闺？是啊，是你家己唔好，嘿，无怪阮姊妹啊在咧。哎呦，快点气死我！我这无跟你拼哪用的啊我哪有跟你人这这，你哪甲我种嘞？唔知，恁爸，恁哪一边嘛要拼你？华娜，你是安怎啊？你是安怎？我就要跟你拼，我一定要跟你拼！华娜，我甲你无好想，你是去笑哟？是花瓶呀？是啊，你拄仔是安怎啦？想起来未？无啊，无，若无吼，太师爷叫你去啦。太师爷叫我去创啊？就等下有一个人客要来啦，叫你去送茶啊。叫我送茶？是啊，太师从来都没叫我送茶啊！等下迄位人客是足特别的哦，所以太师爷吼叫你这位特别的主动去送茶。敢会王爷种种来伫咱厝内？毋是王侯将相，是一个出名的财主。倒一个财主？就苏州迄四大财主之一的祝岐山呢。祝岐山？